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由阿基所主持的总复习。自行政学的总复习播出了后呢，大家就拢一直咧问讲敢有法度搁做其他学科的，所以我就做一个投票，最后票数上多就是政治学，所以咱就自这个政治学嘛来做一个总复习。共款这是针对着你要准备着国家考试的政治学的一个复习的课程，所以讲呢，你若是一般的人对政治学有兴趣的，请你爱去找其他的这个课程来看来上，因为咱这是主要针对着考试，所以呢，伊的课咱就加讲，较袂考的咱就讲较少的，是安尼哦。好，咱共款第一集的所在呢，拢爱先甲大家做一个小解，也就是讲这个学科要安怎来去用上倒时间来做一个掌握。这政治学其实讲起来，伫考试的世界内面呢，伊这个学科无讲介困难，应该老实讲政治学伫国家考试内面是比这个行政学更较简单的一个学科为啥安尼讲呢？因为行政学内面咱会使至少搁整理出50个考点，但是呢，政治学咱看来看去差不多25个考点尔。安怎来去掌握呢？头大先你爱自这个政治学基本的意思来甲掌握。什么叫做政治？什么叫做政治学？其中内面咧讨论的重点就是权力这件代志。权力阁有讨论到这个权威，所以这个基本的你先甲了解一下。过来就是政治学的上大的两个部分，第一个是目睭看有的，第二个是目睭看无的。你讲是分做对目睭看有的甲看无的是啥货咧？看有的就是一般咱所会使目睭去见到的即寡政治的制度，包括着国家的体制、政府的体制，包括着国家的体制甲政府的体制，伊是建立伫宪法的即个基础顶悬。所以国家体制、政府体制，阁有咱的宪法的体制。伫讨论宪法甲即个立宪主义过程当中，咱嘛会去介绍讲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伊内面是啥物款的物件，这嘛是一个考点。好，所以即嘛有国家、有政府、有宪法，有宪法内面的行政、立法甲司法。过来咱有即个国家甲政府的系统了后，爱甲人选入去政府内面嘛，所以讲到的就是选举的制度。选举的制度是谁咧选呢？就是咱的人民、咱的公民嘛。所以咱过来会讲到就是公民社会甲即个公民公民会使来去做即个组织的活动嘛，变做是利益团体，也是政党这嘛是会使讨论最后就是咱的政治社会要运作内面有真侪即个资料知识来去传播，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答案叫做政治传播最后拢总咱看为国家、政府、宪法、选举、人民、公民社会等等产生的这个政治的群体，伊展现出来就叫做政治文化，是安尼。过来每一个国家有无共款的政治文化，国家甲国家之间会去做这个互动嘛，迄就叫做国际关系。所以这拢是看有的部分。所以讲一解政治学分做两个部分，看有的甲看无的。看有的部分，咱要讨论的是国家的体制、政府的体制、宪法的体制、选举的体制、公民社会，甲即个政治文化，阁有国际关系，这是看有的所在无共款的制度会展现。你若是要问讲考试啥物款的考点考较侪，会使直接甲你讲，宪法的部分爱注意，公民社会部分爱注意。政府的部分，其中民主的意思甲民主化，你要特别注意。国家内面较爱考的是这个民主的观念，所以呢，基本上你若是要准备国家考试，题目拢集中伫看有的政治制度的部分，尤其是宪法、公民社会、政府当中的民主甲民主化，佮有国家内面民族的概念，即寡概念甲读复性，基本上题目大部分拢是为遮出来。你讲这是看有的看无的是啥？看无的就是你头壳咧想的，你头壳咧想的，迄叫做政治思想，迄就是你想出来。内面包括着理论的部分，就是学者去研究咱看有的即寡政治的制度、人群社会要安怎运作。学者呢，
就会推出这理论来做解说，所以呢，自千百年前吧，2000多年前就开始啊，有这个学者，迄当时叫做这个铁林啊，学者呢来去对咱的公民社会啦提出一寡的看法，迄就叫做政治的理论，一直到降时呢，也阁有啊，真侪这个理论。啊，另外就是这个理论啊，是咧解说一个现象的嘛。啊，另外一个思想是，甲你毋是单啊解说尔，伊是甲你讲，啥物款的社会是一个较好的。有价值，互咱来去追求的，迄就叫做意识形态，政治的意识形态。所以，人拢有意识，有意识就有意识形态。啊，你若是个意识是针对着政治的事物，咱就该叫做政治的意识形态，就是安尼哦。所以，政治理论甲政治意识形态就产生另外一个看无的部分，叫做政治的思想。所以，整个政治学内面，就是看有诶政治制度甲看无诶政治思想，即两部分所结合来产生诶，这是我家己诶分类方式啦。你看一般诶参考册内面，拢有真侪无共款诶学者来去整理即个学科，是自我家己来学即个学科诶经验，来推出即款诶分类方式。我是感觉讲用即个方法来去看即个学科，会帮助你更加紧诶来去掌握到即个学科诶重点。好，所以咧，咱伫头一回，咱先甲大家有一个共同诶架构来去做后面讨论诶基础，也就是政治头伊诶基本诶意思，啥物叫政治伊诶权利讨论你要先了解，过来就是两个大部分，看有诶政治诶制度，甲看无诶政治诶思想，即两个部分甲顾好，尤其是政治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内面宪法，我讲一解，已经讲三解人民、公民社会政府甲国家。即个概念甲创学清楚，政治学基本上考试就无烦恼啊。以上甲大家咧做一个报告，咱后面呢就开始为每一个单元来甲大家做更加深入诶即个讨论，甲即个重点诶分析，希望帮助大家伫短时间内面呢，会使将即寡重要概念呢，上一解，复习一解。你若是呢想要较详细伫即个线顶课诶部分下面我会放即个网址，互你来去做参考。若是听到遮伊太晚讲咯。你若是听到遮，你讲我拢听无你会使去即个会员的频道内面呢，嘛是有一个华语版本的。若是你朋友讲听无啦，你会使帮伊翻译甲伊收淡薄仔钱。伊讲我想你，我想要请你做翻译，等下闹翻去。麻烦你就请伊来去参与咱的会员的频道内面呢，嘛是有共款的内容，但是用华语录的是安尼哦。好，以上先互大家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知影讲政治学要怎来去掌握伊的架构，生做啥物款，这是我家己分的，我感觉讲安尼较好学。过来咧，咱后一回要来开始讨论政治学。看有诶政治制度诶部分哦，咱即回就到遮，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赚钱。